是大师兄怎么才第3啊？唐莲的名号前只有雪月城3个字，看来他已经做出了选择。哎，这怎么不念了？就是啊，马上就能知道谁是第1了。嗨，管他谁是第1，反正也没咱雪月城的事儿了。最好啊，无双城拿个第2。就是，我看那无双城也只配拿第2。前面一直没有无双师弟的名字，看来咱们无双城是要拿第1了。大师兄，这都板上钉钉了，咱们快点开始庆祝吧。不，还不急，还有一个人。良玉榜榜首，无双城城主无双。无双那小子真是第1啊！我看他也不怎么样嘛。嫌人家弱就去修炼。你徒儿已今非昔比，再见到那无双，看我不揍他！哎呀，良玉榜并列榜首，这陛下，无妨，继续念。是良玉榜并列榜首，天外天宗主叶安世。叶安世，他是谁啊？哼，好想现在就和他打一架呀！嘿呀！哎呀，不必了，其实你们已经打过了。天外天，魔教。不必担心，这小和尚虽有几分狂妄，可却算得上是我雪月城的朋友。切！一声响，二声骂，无羡，你也挨骂了吧？冠绝榜。上一次冠绝榜面试是什么时候？